抬起一隻唔應該存在嘅手，對住阿華招咗一下。歡迎收睇《鬼上你架車》。今晚呢個故事係有一位喺香港做咗超過30年嘅資深裁縫師傅講出嚟。做裁縫或者時裝設計人都知道，鋪頭入邊一定會有好多人形嘅 model 公仔。而呢行有個禁忌，就話深夜收工之後，絕對唔可以同呢啲公仔對望。而呢件事正正就觸犯咗呢個禁忌。件事發生喺80年代尾，個主角叫阿華。當時喺呢間旗袍鋪度做學徒，個鋪頭面積唔大嘅，但因為手工好，好多有錢人嘅太太都會嚟呢度訂做。鋪頭櫥窗同埋角落頭度擺放住幾個冇手冇腳，就得個身體同埋人頭嘅 model 公仔，用嚟展示高檔旗袍。有一晚，因為要趕起一件大戶人家第二日出殯，用嚟做壽衣嘅高檔絲綢旗袍，老細同埋其他師傅趕完工就走先，留低阿華一個人負責做最後嘅燙衫同埋鎖邊。當時已經就快到凌晨1點啦，鋪頭外邊嘅街已經好安靜，就得頭頂把吊扇喺度咿呀咿呀咁轉。阿華將件啱啱做好深藍色嘅絲綢旗袍妥妥當當咁着喺大門旁邊嘅 model 公仔身上，準備第二日個客人過嚟攞。搞掂之後，阿華攰到入去後邊飲啖水，但當佢一行咗入去，個大廳突然傳嚟一聲好微弱但係好清楚嘅實嗱一聲，嗰種聲就好似有人用指甲好用力咁樣搲過啲真絲布料嘅聲音。佢心諗大件事啦，阿華以為有老鼠去咬件旗袍，心諗死啦，咬爛咗點賠啊？佢即刻攞住把鉸剪行出去，但當個電筒一照過去，大廳乜人都冇，啲窗啊門啊全部鎖好晒。阿華鬆咗啖氣，行過去檢查下件旗袍，但當佢行到個公仔前面，成個人都定咗。件旗袍個領原本扣得好好嗰個盤扣，呢個時候竟然俾人解開咗3粒。更加詭異嘅係，件衫裙擺嗰個位置，啲布料俾人搲咗幾道痕。阿華以為自己啱啱眼花冇扣好啊，於是伸手將個公仔重新扣返好，用手抹平嗰啲皺褶。就喺佢雙手貼到嗰個公仔嘅心口，幫佢整理條領嘅時候，阿華突然覺得呢個原本應該冰冷硬邦邦嘅實心公仔，竟然隱隱約約傳出一種人嘅體溫。而且阿華仲感覺到個公仔嘅心口有一下一下好輕微嘅起伏，就好似喺度呼吸緊咁。阿華嚇到褪後2步，全身起晒雞皮。佢唔敢再留低啊，即刻執嘢準備走人。鋪頭後牆入邊有個好大嘅全身鏡，俾客人試衫用。阿華背對住個 model 公仔，行到大門口個總掣位，啪一聲熄咗大廳絕大部分嘅燈，就留低一盞照住個櫥窗好昏暗嘅黃色石英燈。就喺全屋變暗嘅一瞬間，阿華下意識咁由大門旁邊嘅全身鏡望過去，通過塊鏡嘅反射，佢見到大門旁邊嗰個着住深藍色旗袍嘅 model 公仔。個公仔原本應該冇眼珠，就得個肉色嘅五官，但喺鏡入邊竟然慢慢擰個頭，用一雙黑掹掹冇眼白嘅眼死死咁望住大門準備走嘅阿華。跟住個鏡入邊嘅公仔仲慢慢抬起一隻唔應該存在嘅手，對住阿華招咗一下。阿華嚇到魂飛魄散，連門都關唔上鎖，拉開個鐵閘就衝咗出去。第二日阿華就發高燒，老細去到鋪頭見到個大閘開咗，件旗袍跌咗喺個地下度。佢做咗呢行咁多年，一聽阿華嘅情況就知道出事啦。老細即刻帶住阿華去黃大仙揾師傅。師傅一算個面色大變，話：你哋尋晚趕工嗰件旗袍係咪壽衣嚟嘅？做壽衣絕對唔可以喺深夜着上啲 model 公仔度展示，因為深夜陰氣重，行過嘅遊魂野鬼會以為有新衫着，就會依附喺個公仔度。如果佢俾生人見到，佢仲以為你想連自己條命都送埋俾佢。後來個老細向個客賠禮道歉，將嗰件旗袍同埋個 model 公仔一齊攞咗去火化。阿華亦都因為呢件事嚇到轉咗行。